马太福音18章。迄时，门徒来问耶稣：伫天国，什么人上大？耶稣叫一个囡仔来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改变，变做亲像囡仔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所以，人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囡仔，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。无论什么人，为着我的名接纳即款囡仔，就是接纳我。无论什么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未遂一个犯罪，宁可互人用大石磨绑伫颔棍，忝死伫深海。即个世间惨啊！因为有互人跋倒犯罪，互人犯罪的事一定有。毋过，引起人犯罪的人惨啊！你的一只手，也是一只骹，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斩起来。等迄角，宁可一骹一手入永远wat比双骹双手好好，互人迄落永远的火较好。你的目睭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挖出来。等迄角，宁可减一蕊目睭入永远wat比两蕊目睭好好，互人迄落火底倒的地狱较好。恁着谨慎，毋通看轻这个未遂的人的一个。我甲恁讲，因的天使伫天顶时常在见我天父的面。恁想啥款？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失迷，伊竟袂将99只放伫山顶，去找迄只失迷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伊若找到迄只失迷的羊，一定真欢喜，比有99只无失迷的搁较欢喜。相款，恁的天父毋甘这个未遂的人的一个灭亡。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若得罪你，就去找伊。简单恁两人做伙的时，私下甲伊指出错误，伊若要听，就恢复你甲伊做兄弟也是姊妹的关系。伊若毋听，就带一两个人甲你去。安尼，逐句话有两个也是3个人通作证。伊若还毋听，就甲教会讲。伊若连教会都毋听，就甲伊看做外邦人，也是冒失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伫地上禁止的，伫天顶嘛袂禁止；恁伫地上稳准的，伫天顶嘛袂稳准。我阁甲恁讲，恁中间若有两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，我的天父拢会甲因成全，因为有两个也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伫因中间。彼得来问耶稣：主啊，我的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伊几遍，到7遍是无？耶稣甲伊讲：无够，我毋是甲你讲着到7遍，是着到70个7遍。安尼，天国通用即个譬喻来说明：有一个国王要甲伊的奴仆结销，伊开始算数的时，有人将欠几若百万银仔的人带来伊的面前。迄个人袂当行，主人就命令人将迄个人甲伊的某囝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拢去卖来行罪。迄个奴仆就跪落去求讲：请互我安一个，满月拢行。奴仆的主人就可怜伊，撤销伊的罪，放伊去。迄个奴仆出去，拄着一个偏偏做奴仆的，迄个人只有欠伊几个银仔，就甲伊掠，电伊的颔棍讲：你所欠的拢着还。偏偏做奴仆的跪落去求伊讲：拜托，互我安一个，我袂拢还。伊毋肯，颠倒将即个人关落监，关到所欠的拢还清楚。另外偏偏做奴仆的看着非常痛心，
就将所发生一切的代志去甲主人讲。主人叫迄个奴仆来，对伊讲：“你这个歹奴仆，因为你对我求，我就将你所欠的债拢撤销。我有怜悯你，你敢唔应该亲像安尼怜悯迄个偏偏做奴仆的？”伊的主人真受气，就甲伊关落家受刑，关到伊将一切债务拢还清楚。恁逐个人若无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，袂甲恁赦免。